再来看台中南屯的向上路5段呢，这搭车是真多，所以驾驶强在是因为视线无好去弄到分隔岛。即马台中的警方是按算伫7月底进前，伫较高出代志的路段来设 LED 的警示灯。车驶伫咧内车道要切去外侧慢车道的时，煞弄起安全岛。另外，这单事故也是要切车道的时，哪像无注意到安全岛去下着，搁有车要换车道的时去下着别台车。事故地点拢集中伫台中市南屯区向上路5段这搭路口。我觉得是会被前面的车子挡住，对，然后就比较没有注意到那个安全岛的部分。那边是没有交通岛的，可是过来，然后就有突然一个交通岛，如果只要驾驶人一不注意的话，就很容易撞上。实际去到向上路5段甲中中路口，安全岛风下甲密密茂茂，风浪条啊也已经断去。附近民众表示，当地车真多，阁是弯路，未少驾驶要切来外车道的时，定无注意到安全岛，就去下着。警方表示，这路段的事故比例占全南屯区事故的8.6%，会加装 LED 警示灯，提升夜间驾驶的安全性。预计于7月底前，在8出入口31个分隔岛装设93颗具自体发光功能的 LED 标志。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表示，台中市路口的事故率会比其他县市更加高，是因为台中市内外车道侧弯的所在强在是伫咧路口，驾驶要注意的路况伤侪。我是让车辆在路口做内外车道切换的时候，驾驶人不容易一次反应这么多的状况啊。比方说，他同时要注意后方外侧车道来车，那他又要注意前方要闪避那个岛头。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表示，若要伫路口切换大挂车道，驾驶就要哪切换车道，哪注意路口的状况。建议照其他县市伫车道中的路段设置切换引导，才会当提升安全性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